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！好运动的时间又到了。今晡日呢，要同大家共下运动啊，还有俺的地仙老师。好，人家大家共下来运动。玉明老师呢，也哈要带本大家嘛该通种呢。肩头，人讲吼，50肩啦，肩头当沉重啦，哈，肩头当大的问题呢，是因为人的固体的姿势，固体的安尼动作，哈，安尼打电脑啦，做事情啦，做家事啊，这些安尼不用等的，无停通去，好，故说呢，那个肩头咪係全部压力的总集，那压力啦，哈，那个安尼负担啦，就人讲安尼是要开100斤按重量的。然后呢，玉明老师要教大家，安尼重量放松，好，安尼压力放下，人家来做肩头运动，好，人家请地仙老师啊来做示范，好，地仙老師看人哋肩頭哈，人哋肩頭本來就是安尼無停通咩，好，人家講愛聳肩哈，磨肩哈。动冲腰，好，也请地仙老师右边肩膀往上提，好，有冇？按你人家边的肩头就参与按摩哈，本来固定好，放松，不用下来，好，有看到吗？好，吸气，好，抬肩，按你时候呢，人家肩头会给按你挤压，按你气脉哈，按你肌肉就得到按摩跟活化，好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改到哦，乡亲朋友看清楚哦。好，提肩，好，向起来，一直挺同安尼手背，好，不用老给安尼延展，好，吐气下来，好，不用放松，好，过弯片了，左片，好，慢慢的提起来，乡亲朋友看到吗？一片，好，左腕过一片，好，吐气，不用放松，好，过来啊，吸气。你看到吗？很简单哦，随时就可以做。好，吐气，不用放松。好，2只肩头哦，吸气，好，吐气。然后玉明老师看下哈，你看哈，起灯啊，灯贡茶啦哈，我们做的好1片，好2片，好，很简单的动作，唔估计效果几好的呢，有几好，你去甲做啲，好，做起做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吸气，吐气，吐，好，改到啊，知道哦，肩头按很的，好，不用放松，吐气，吐气，安尼我知道讲，然后个安尼摆斤重哈，安尼动态的压力哈，你去个想象讲哈，你压力安态哦，你老给释放压力，哈，吐气的时候，你压力全部不用退的，好，也系玉明老师教大家呢，可以行到哪做到哪，随时做的，好，个听伊的动作呢，你慢慢的吸气的时候，右手向后摆。好，慢慢向上。地仙老师没空下做哦，地仙老师一起做哈。咁慢慢的吐气的时候，让手不用好，不用下来。和玉美老师哈，按呢，好，慢慢的做数，慢慢的左手扳着你的右手肘板凳啊，吐气。好，按呢哦，好，很多朋友，你按呢扳下来的时候呢，老娘呀腋下淋巴来开来。好，各位呢，挤压都两个按那肩头，也还能看地仙老师做示范了哈。地仙老师，请你转身过来。好，请站起来。好，起上起来啊，来，站在椅子中间一片了哈。乡亲朋友来看地仙老师哈，人家手哈一片来到呀，肩头呀呢反方向，好，也当中要只手哈吐气的时候来下来。好，你做的天天呢，哈，向一片来开来到呀。好，规个那肩头跟那没肩头压个部位，还有关系到两个呀手背呀，好，慢慢整来，好，还原哦，吸气，做出来开来，还原，好，吐气，不用下来，好，由上左右下，好，下一个弯曲哈，乡亲朋友，动作哈，肩头很硬高提起哈，压力动态，有50肩啊，有肩膀酸痛的时候，你手干那就不用了呀，你就做唔得，你就存唔上来，存唔上来时，用呢，人家只手来帮忙，不用到呀
天数呀舒张，好，慢慢的送上来，好，送上来，好，不用多呀。很前面有胸下做，然后玉米老师胸下做哈，减缓那个肩头的压力。人家肩头去冲腰的，你肩头木足100块了开始，一行床开始，做用数，哈，广东人都落去50件啊，数香啊，后背，好拿卫生纸啊，安尼用都冇成法的，就不灵活的。故说一只动作非常的重要哈，不用反方向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不用下来，不用强手，好，各位温数哦哈，吸气，温一只数，好，一只数来开来，你看乡亲朋友看到没有？一肩头本来是安尼咩？是安尼，好，那你多挤呀，反方向，好，反方向的时候吐气，数不用下来哦，你看到吗？好，不用多呀。你不用多呀哈，懂人哈，就按你听听。乡亲朋友，你思考了哦，同玉米老师一起来运动，哈，要肩头贴冲腰的啦。玉米老师迄教瑜伽经验天27年呢，已经64年纪的哈，还做的保持安尼灵活安尼神法，所以做一条基本的动作啊，当日做，好，慢慢的哈，一只数腾出来，吸气，好，一只数腾出，下来，不用下来，好，不用下来，安尼。好，安尼时候呢，反方向呢，本来肩头迄安尼不用下来，安尼做事情安尼吹的了哈，安尼老给反方向来做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你做的向右边，延伸，好，安尼来，牛来哈，就有加持，牛来就有祝福，哈，牛来哈就有效果，牛来就有礼物哦，好，慢慢的转来。好，这很简单呐，不过你肩头的酸痛、压力就做得被释放啊。好，慢慢吸气还原，好，慢慢的转来，一只手转来，记得了哈，一个当行，一个下背哦。好，各位啊，不用那俩哈，张可是你一天没办法，乡亲朋友，你假使讲肩头动眼高，来唔准了，唔是紧张，就不用多俩。唔会讲哈，老师，我张不用多呀呢，安样个噻？好，也还另外一只手。好，不用呀，安用个山呢？好，跟玉米老师、地心老师一起做，右手好，不用了呀。好，天数板一下，好，一礼拜做到安呢，第1礼拜、第3礼拜、第4礼拜，好，你就可以慢慢的上来。好，然后地心老师看到哈，慢慢的上来，好，慢慢的。哦，乡亲朋友，你数可以不用多了呢，你思考你可以不用多呢。好，老七甲打分数哦。假使讲你都牙吧，人年纪呢，因为就很年轻。你假使好手放下来，不用多了。你假使讲安尼发做迄样呀哈，已经压力太大的哈，比太大的，各位哈，硬高太的，好个肌肉呢冇活化。故说哈，肩头哈动冲腰，你做一只动作，慢慢的上来，好，一只数天数呀。好，你听到呀，当然了哈，你听到呀，你行路了哈，好。乡亲朋友，地心老师看两个给安尼背面哈，对呀。好，因为老师是当日行路啊，行来行去啊，做事情啊，哈，你现在啊，我动做下，行到躺下，我做身材做运动啊，我做身材啊，行一下，安尼做运动，好，慢慢的不用怀疑了，还原的是动声音哈，慢慢的吐气，好，不用下来。放松，还原，按你听听呢，好，听听呢，哦，按酸圆，按酸痛，你只有按你感觉知道讲被释放哎，好，后叶哈，你做后叶，你就可以按摩啦哈，我们肩膀耸一耸，好，肩头，好，听听呢，好，按你肩膀耸一耸。好，然后做后叶，做右片，做后叶有礼物咯。好，2个手接在一起，吸气，一个手上，一个手下，2个一手。好，乡亲朋友，你看到哦？好，你做一只动作，站。好，一只动作呢，迄表示讲，你身体、你肩膀哈，给安尼灵活度，哈，做得讲安尼，一天唔会有时间。好，你压力负担没做的，全部会被释放。好，慢慢的吸气还原啊，听听的哦，吐气不用强手。好，换边哦，乡亲朋友，应该是做我们多的话没有关系，因为老师懂法宝。好，慢慢换边哦哈。好，假使你按来听听，安样呢？
因为老师我来唔到咧，我一边又痛一边又痛，啊来唔到一样嘅呢，好来，好呀，好呀毛巾来等，好来等毛巾，安尼，好你听听的哦，你听听的来哈，啊慢慢的，音乐的进步哦，好安尼个变下短调的，好变下短调的，好个变下短调的，安尼。你说安尼挺多的哈，啊时间啊，唔好停停不停咯哈。你看讲，你根本你知道讲，人家安尼嘅镜头啊，按高的程度，慢慢的进步。好，有人呢，你就可以毛巾拿掉，好，给我倒来合掌。哇，也系玉美老师呢，当初练瑜伽梦寐以求的，好，希望阿叔好有数了周数做的见面呐，好，慢慢的，好吸气，再来。好，吐气还原，好，转过来，乡亲朋友，那个做事哈，有数都后背做的见面呢，是那个健康的指标。你当你做一些的，也检讨就做的啊，轻松自在哈，抬头有胸，这个抬头挺胸，走路有风，你就知道讲，啊，检讨我们讲压力暗重呀，人们容易笑嘻嘻的，冇压力，太感人。看到你就欢喜了，好，你检讨的一部分就做到了，好，慢慢的放轻松，做一下头吸，吸气，让牙吸带到检讨，按姿势，好，让牙个检讨感恩一下，感谢一下，好，吐气，不用享受，让牙所有的压力释放，让所有的紧张。疲劳全部不见了，放松了。好，今日向下做运动，有知道规身呢，当轻松，当幸福，当舒服冇啊？当然做一些的，累积人的身体健康的本钱哦。按姿势。